要说故事了。天空中有一只大象，它的鼻子。杂货店地下室成了听故事、看书的快乐天地，几百本童书为想看书的孩子随时开放。其实就是希望说，他们可以把这个阅读的东西，这样子，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，让他们养成一种，变成他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。太搞这个，导向是榴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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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说故事的爱心妈妈叫爱丽妈妈，取闽南语谐音“爱你”的意思。小孩对爱的感受最直接，会腻在身边。那我女儿就说：“妈，我觉得你好像是那个绑架小孩子的人。”我就说很好啊。那因为他们每个礼拜五就会想到说，时间到了就会说我要去父妈妈家听故事。爱和陪伴取代了电脑，阅读因为互动而亲密。提供场地，为孩子募集绘本故事书，爱丽妈妈们为爱自愿承担。所以我们想明天就要去搬一个800本书回来放。明天又可以进800本啊！他当时还要我们进2500本，我说我们放不下，800本就好。网络机构慢慢出现捐书支持爱丽故事屋的力量。那你们的一路来的心得是什么？是爱很大边，我做不到的事情。因为很大边，我做不到的事情，只要肯努力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志同道合，一起打拼。执行长想方设法，在3义的第5个故事屋就要成立。我一直觉得我们3义很赞，非常的棒哈，很多无解题在3义是有解的，然后很多人愿意出来。无私的为孩子付出时间、金钱，营造一个阅读的环境。这一群爱丽妈妈们4年了，热情不减，他们依旧期待会有更多的新血加入。所以很大兵，莫做唔多嘅事情。所以很大兵，莫做唔多嘅事情。